我园机器人下。色都绕圆圈们，对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百个数学，大家自己老着学经验，同妈的老的公民弄的能下就这些。下用，高兴，高兴。嘎着，嘎着。发愁，发愁。笑话，笑话。成熟，成熟。闷吧，闷吧。秋天到了，果农们看到了成熟的果子，又高兴又发愁。秋天到了，果农们看到了成熟的果子，又高兴又发愁。但个立熊，所能比闷比深度热的嘎小这样起。但个立熊，所能比闷比深度热的嘎小这样起。同学们，让我们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同妈我今年的名气啥巴了几大？名气啥巴？充电，露宿，收获，填饱，指挥，跟动。收获的时节，果农们只要坐在办公室里，就能指挥机器人干活儿。点头的个吧，先把那原来看到的呢，这么跟动些做。洛登，有机器人可以帮忙了，可又有了新的问题。洛登，这么远的路全不通人，用那点啥办不行啊？什么问题？啊，用那点这不提。如果没有电，又不能马上充电，那机器人就会罢工。嘎的路差不多，就把呀水马特呢，这么一来干来特嘛的呀？是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对我嘛是，对那他这一类。我们的科学家们就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充电器。俺最猜的比路苏西门大瓦西撒对西约。那就好了。可是当电池里的电用完了，机器人还是会倒下。热，他是的我嘛做不到。热的路那诺路线上呢，这么路着的呀。后来，他们又发明了一种吃水果的机器人。在收获的季节里，果农们只需坐在办公室里，就能指挥机器人干活。机器人饿了，就自己吃掉在地上的水果，如果还是不够，就自己摘树上的水果吃。姨妈，可最新都啥西比这么西撒对特约，短途的个，新把最原来空诺的呢，这么啦来个格当些去，这么多用的，新动个新都啥去，大肉麻将呢，新动图个新都多你啥去的。哇，那太有趣了！啊，是，对我嘛样在前部的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个人的做了大家姐，却这个民间的那个高等现象。他念这些。充电有两种解释，这儿指把电能输入蓄电池里，让它重新获得放电能力。露宿呢，露内呢，露长呢，送就些巴拉些。收获
有3种解释，这儿指收取成熟的农作物。天把呢，日本门生把所用把那些。指挥有3种解释，这儿指担任指挥工作的人。跟当呢，里加苏拉给的些把当，给的先开那些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这里个名字3班的呢，老中些杂技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雨。充电，充电。露宿，露宿。收获，收获。天把，天把。指挥，指挥。跟当，跟当。收获的时节，果农们只要坐在办公室里，就能指挥机器人干活儿。收获的时节，果农们只要坐在办公室里，就能指挥机器人干活儿。点头的个吧，先把那有来看到的呢，什么跟当些做。点头的个吧，先把那有来看到的呢，什么跟当些做。骗子怎么做啊？老主错，对定个名词3班呢写而选，大感觉话那作业切出来就些两件，我个他年道理，突然把西巴的公园咋个，切出上路什么东西两脚。呀，老主错，切出来用大把的工人，卡，突然把，要想，连着送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去这里路边他年3班的到下中这些。充电，露宿，充电。露宿。收获，天把，收获。天把。指挥，跟当，指挥。跟当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这里我记他年3班个中学的，但我今年的禁止一答啊。露宿。天把。跟当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这里个路程的连长下来人打的目击。